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JLACG 頻道。今日呢，就同大家行下呢個深水埗長沙灣天悅廣場。佢個位置呢，就近住深水埗長沙灣之間嘅174至188元州街。呢度係遊戲卡牌 TCG 嘅聖地啦。呢度有好多 Pokemon、遊戲王、龍珠、高達嘅卡牌都可以喺度揾到，同埋有啲鑑定嘅卡啦，都可以喺呢度揾下嘅。唔講咁多啦，而家我哋一齊行下睇下佢而家嘅實況啦。
裝修啊！啊，嗰個位燒錢嚟嘅。係啊，燒錢啦。貴整都要千幾蚊。係啊，睇人睇客都幾個幾啊，啲咁嘅。
啲都用得。有時咁多又話多尿屙，淨得3張咯，一張係一支嘅，
想點睇下你自己咯，你點買唔知係？係我維修嘅算啦，維修嘅你開埋啦。即係維修有啊，你今日收黐線真超，你俾下優惠佢。我哋賣埋啲 SR 單埋，黐線價錢。啊，一包要幾大先㗎？我有一大嘅就黐線。キラキラドキドキ超ストリート雑踏の波を越えて約束の地点よしよう